食药署证实讲，目前台湾两种主要的药厂假所制剂卡利消含优苗化这两种药啊呢，因为国外欠原料两种药啊药物。全台湾的库存量剩1个月尔，也已经启动专案处理了。有厂商提出申请，等咧审查，也会协助这厂商甲药啊赶紧补复到。就是这项药厂假所卡利消丸是全球少数会当有效稳定药厂供应的药啊。不过，这阵啊说传出各大病院欠货，全台湾库存量敢若剩1个月，会不会叫病人真烦恼？我们在临床上就会用这个卡利消这颗药呢，来补充这些病患的一些消化的一些酵素啊，让它的消化改善。医师讲，卡利消原料是用低的药厂炼制，目前国外原料欠缺，台湾嘛无同款的技术，致使原药厂含名药啊同时欠货。这款药啊主要是帮助消化。大部分是慢性腰鞘炎、腰鞘手术这个患者伫使用。医师讲，部分患者若改变饮食习惯，慢慢补，会当唔免伤过换颗药啊。细嚼慢咽呢，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啊，把食物煮得熟一点啦，等等的啊，在这些慢性病患。就可以达到差不多一个很好的消化的效果了，不见得一定要依赖这个卡利消这个药物啊。国内虽有成分相近药品，为主成分含量不同，建议将该药品保留给已接受治疗且无法更换替代药品的病人。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2024年卡利消药粒啊使用的患者差不多1.6万人，申报量是900万粒，健保支出差不多8000万。食药署讲，为了避免长年，已经启动专案输入，找找国外已经上市。不过台湾还未引进同款成分的药啊，而且已经有厂商提出申请，等加速的审查，后续会协助厂商补足供应，减轻患者的紧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